救鞋救命活动开跑第一天，市长黄伟哲一大早就提着救衣救鞋前往活动现场表达支持，并呼吁国人大众一同响应该活动。许多民众得知消息后，不约而同都前往安义停车场捐物资。环境部长彭启明6月1日刚好也在台南视察登革热防疫情形，特别拨空前往台南站现场，与副市长赵清惠一起担任志工，协助物资分类。今天这个活动呢，很有意义，因为各位知道我们要做净零碳排，净零碳排不是说都是别人要做，别人整个排放，事实上我们的衣服、纺织业占了整个排放量的4%，4% 有多严重呢？像医院也是那么的多，甚至我们的交通、生活里面都很多，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时尚、衣服、纺织这个产业来造成的这个排放量，所以我们积极的会来处理。借由这样子的爱心传递，可以让我们的非洲的这个朋友，他们可以穿上这个鞋子，免于有一些沙蚤虫病的这个侵害跟危害，帮助他们的健康。然后我们送去的衣服也可以循环再做利用。那尤其是我们这个货柜以后在这个当地就成为他们一个可能紧急应变或者是其他的教室或者是一个照护的一个基地。当然，救急救命不是只有在做这些事情而已，我们在当地是有做这个社区的发展，不管是帮他们挖水井、盖学校、农耕技术，很多的整个社区的发展，其实都是台湾的民众一起参与在当中去实践的。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继续follow 我们的脸书、IG 或者各种不同的媒体方式。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今天努力的成果，在明天、下个月、在明年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不止热心民众与政府官员一起当志工，这几位来自东非、目前就读长荣大学的学生，比起一般人更了解非洲偏乡的困境。看到台湾人如此大爱帮助他的非洲同胞，心中更是满满感谢。I'm from Burundi. I feel like if we can have this kind of opportunity, especially in my home village or my home country, it can also support some people, especially maybe the children. Some children they don't have some shoes. Like it can also help them to improve like the education. For me, I can say I appreciat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also NGOs in Taiwan. 原本预期募集1个货柜的爱心物资，没想到活动第2天，货柜就已经被台南人的爱心给塞爆。主办单位表示，不会浪费民众的爱心，其他多余的物资将会运回救鞋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位于林口的基地绽放。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